性啫，因為壓軸演出咧，自己已經做定晒啲嘢啦。都未講係乜嘢壓軸演出。係乜嘢壓軸演出？其實不如等佢哋幫我哋講啦。你哋話俾我哋聽啊！你哋話俾我聽嗱，我哋數1、2、3，你哋嗌，好唔好啊？大聲，我要整齊嘅。係啦，你哋嗌得齊，咁咧我哋就俾佢出嚟啦。係啦，我哋後邊呢位朋友聽到，佢哋就會即刻出嚟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準備1、2、3。俾30秒你同啲 fans 溝通下先。睇我啦，佢哋嗌得太犀利啦。冇咗嚟咗咁啊！有冇周圍去玩啊？佢哋應該有好多都係嚟自香港嘅朋友嚟啊，係咪啊？係啊，有得有好多 fans，有美國牌，哦，有美國添啊 USA。哇，犀利好犀利啊！我代你哋問啊 ，Fred 近期忙緊啲乜嘢咧？我近期咧就忙錄音啦，嚟緊都要錄音啦，因為準備緊第3張碟啦。哇！咁啱啱先至喺加拿大翻嚟，因為去咗嗰邊做一個慈善嘅演唱。係啦，咁啊喺嚟緊又會又年尾啦，咁就開始頒獎典禮啊，又忙呢啲啦。希望你有好好嘅成績啦。不過都睇到你成個走勢非常之進步，好犀利。即係我哋每一位 fans 都會知道㗎啦呢樣嘢。同埋最開我哋心嘅就係等睇攞獎，好唔好啊？係啊，同埋最開心嘅就係咧，佢咁忙咧都抽空過嚟澳門嚟到出席今日嘅呢個活動啊嘛。唔好咁講，多謝你。係啊，同埋我都想知啊，Fred 平時有冇揸車嘅咧出街？有嘅。係啊，有冇可以一啲交通安全嘅信息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？如果揸車就記住攬安全帶啦，唔好超速啦，係咪cut線要打燈咯？我覺得最緊要讓人，因為揸車成日見到啲人唔讓人咁啊，我又中意即係喺道路上啊，大家啲脾氣又會好啲啊，咁啊讓人。係啊，咁啊仲有一樣嘢啦，就係你作為一位司機咧，你會見多一樣嘢，我哋少見嘅，係俾人追車，啲 fans 追。咁啊係啦，作為行人有冇少少 tips 可以話俾佢哋聽咧？係啦。作為行人即係過馬路最緊要望左望右啦，即係望清楚啲先，因為我好似我早排我又疏忽，我又真係冇望到，咁啊真係好危險，爭啲有架車攞埋。咁啊就係要記住要，所以都要打睇清楚先。係啊，真係要精神啲緊要啲。好啦，而家我哋都打聲精神，係俾反應。將個舞台交俾鄭俊弘，有請。Thank you。好。OK 咯。好大嘅呢個正。長夜孤單很寂寞，無淚可泣到有歌。描畫灰色這感受，說如何？如果前路風霜不會阻，如夢初醒不再多，來面對這最壞的好結果。來不及在風天過找去衝天的炮火，來不及到底轉過那天彼此相見最初，不差太多，轉身可以跨過，別又浪費力氣與苦惱去拔河。遺憾堆積得太多，難道必須各自放？
來住了這最後一次談過，這定也必須一方將困局衝破，反覆的折磨，漸變離咗，從頭找到自己來尋覓快樂，來不及在風經過炸開衝天的炮火，來不及到底轉播那天彼此相見最初，分差太多，轉身可以跨過，別又浪費力氣於苦惱去拔河，來不及再燒起過已經吹熄的愛火，來不及再愛撫我，然後又再傷害我，轉差太多，誰明白我都難過，會話錯，沉默錯，懷疑錯，來不及在瘋癲過放低雙方手裏炮火，來不及到底轉播那天分手都覺痛楚，關起耳朵，轉身可以跨過，別又讓你任性再一次去犯錯，來不及再欣賞我理想追趕心裏有火，來不及再解釋過時日沒有變改我，傷口已疤，猶如沒有執迷過，其實我還是我，還是我。Thank you， 多謝晒。澳門嘅朋友，你哋好嗎？好開心可以再次嚟澳門為大家表演，因為澳門我真係好中意呢個城市嘅。咁啊，又啱啱好似又起咗個新酒店，我頭先問我同事有冇去過未，我都想去見下。咁啊送第二首歌俾你哋，叫做《當狗愛上貓》。為何人覺得花貓那麼罕有？為何難馴服到它有時成就？圍住你兜圈似綠洲，你眼光從來停在那窗口。從無人每個小狗也都很罕有，明明誰遺下了它，照樣留守。如前誰還有？從無人提示已被放逐了有多久？誰人得到一切仍然未足夠？誰人空了雙手仍然在守候？不可以白頭，都想一邊擁有別放手，可否陪伴我出走？誰人只要開口回頭便享有？誰人只要不滿隨時亦可沒然後？多想你逗留，心境已用透，門後不理晝夜依然看守，得你共有。無人每個小狗也都很罕有，明明誰遺下了它，照樣留守。如情誰還有？
從無人提示已被放逐了，已經多久？誰人得到一切仍然未足夠？誰人空了雙手仍然在守候？不可以白頭，都想一秒擁有別放手，可否陪伴我出走？誰人只要開口回頭便享有？誰人只要不滿隨時亦可沒結後？多想你逗留，心境已用透，門後不理晝夜依然看守，等你共有。一切仍然在追究，誰人空了雙手仍然在遷就，不可以白頭，都想一秒擁有別放手，可否陪伴我出走？誰人只要開口回頭便享有？誰人只要不滿隨時亦可然後多想你逗留，心境已用透，門後不理晝夜依然看守，終生的可有。Thank you， 多謝晒。一定係琴日我哋玩得開心得滯，今朝起身病咗，可唔可以飲？有冇飲啖水？唔該。但係 OK 嘅，仍然唱到落去。同埋今日又明顯地涼咗好多，天氣舒服嘅。但係大家又保重身體啊，同埋唔好冷親啊，我都要。咁啊，送最後一首歌，我自己做新歌，叫做《一個人都可能大家一齊唱一唱。願你仍主掌心，不管天與地震。與你無間斷，理據世上裂痕。回頭望着你的心，便明白這個世界太動人。默契又平穩，是你能安撫我內心。命中的一個能完全接近，未必是萬有的牽引，在你眼中明白永恆。幾多年餘生，亦都只想你能成為責任。你的吻是我睜開眼最大原因，終於我放心。不需要太多才華兩個人沒身份，偏偏去共振。兩個人邂逅，就像美麗發幻。回頭望着你的心。榮幸有你帶我去覓尋，默契又平穩，是你能安
處接近，你偏似萬有的牽引，在你間中明白永恆。幾多年如失，應都知想未能成為責任。你的吻是我睜開眼最大疑問，終於可放心。只問如還是也可相襯。多謝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希望可以好快再翻嚟澳門為大家表演。多謝。唔好講翻嚟，不如唔好走啦。唔好走啦。冇走仲好啦，嗱，因為咧接住落嚟咧，鄭俊弘將要同我哋咧抽出6個幸運兒嘅。好。係啦，係15到10嘅獎項嘅。15到11咧就係超市禮券，咁而10獎咧就係運動禮券，都係500蚊嘅。請幫我哋抽出啦。不如轉下個箱先，係啦。1026係嘛？嚇1026，係咪先？係佢電話號碼嚟㗎。係2422。2422。第15獎即係第一位500蚊嘅禮券嘅得獎者2422。快啲對咯喎，2422。好，第二張1283。1283。14係1283。1283。1283。第13獎係13獎係1274。1274。1274。第12獎啦。2267。2267。2267。跟住輪到咧就係第11獎，都係超市禮券500蚊。1639。1639。跟住咧就到運動禮券500蚊啦。2973。係啦，跟住係2973。2973。係啦，咁啊如果咧6位朋友都順利上晒嚟攞獎嘅話咧，我哋唔需要再抽嘅話咧，咁我哋好快就可以進行頒獎啦。恭喜晒咁多位，我再重複一次啊嚇！第15獎2422，第14獎1283，第13獎1274，第12獎2267，第11獎1639，以及係第10獎2973嘅。睇下齊未先？係啊，我覺得你哋個獎係今日嘅大獎嚟嘅。係啊，點解咧？因為可以喺阿 Fred 手上面攞獎。係啦，攞埋獎品，即係話俾大家聽，近睇真係好靚仔啊！零瑕疵啊！係啦，所以呢個先係大獎啊！靚仔，我覺得我今日都攞咗大獎啊，思遠。係咩？係啊，我企得幾埋，你睇下。唔係啊，不如仲差一位係咪？15係咪？15號仲未上嚟，2422，2422有冇啊？有冇啊？嗱，我哋數3次啦。我哋數咗3次啦，嗱，聽住咯喎。2422一次，2422兩次，2422三次。有冇人同我揮手啊？2422。有冇？2422。我哋再抽過啦，好冇？好。好，咁麻煩鄭俊弘再同我哋抽多一次啦，第15獎。好。2215。係2215嘅，2215有冇？有冇？有就俾手啦。2215。2215號朋友喺咪度啊？2215。有就俾一俾手先，等我哋睇到你喺邊度，跟住你可以慢慢行過嚟攞獎嘅。有冇啊？有啊有啊有啊！唔好跑，慢慢等埋你。好，恭喜晒啊！有準備嘅原來。我見呢位姐姐頭先喺度扮傾電話。原來唔係啊！原來佢係開咗個 camera。
對住。係。好啦，我哋可以即刻請謝俊宏為我哋進行頒獎，係喺呢邊。好。恭喜晒！恭喜晒！我哋一齊嚟影張相先啊！企埋啲可以，企埋啲係啦。係啦，你小心啲啊！我驚佢一陣攝影機錫你添啊！唔覺咁啊！你講中晒佢哋啲心聲出嚟啊！又好啦，唔該晒，唔該晒，多謝，唔該晒鄭俊宏，唔該晒。嗱，你應承咗下次又嚟澳門同我哋唱歌喎。好啊好啊，你快啲再請我過嚟，我一定會過嚟。好，一定。Thank you。係啊，拜拜。多謝晒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將呢邊 ，OK。拜拜。